大家好，又進入我哋5分鐘係讀經系列嘅裏邊，我哋會繼續去讀哈巴谷書。今次我哋會讀哈巴谷書第3章。經文比較多少少1到19節。邀請你先自己去細味一下。呢19節嘅經文想同你講啲乜嘢？我哋大概花3到5分鐘時間去細味一下。當你細味完啲經文之後就進入另一個部分啦，就係一個自私時間。自己一個個人一個思考嘅時候，有幾條問題我想你去想想先知去到最後點解去用上詩歌禱告去讚美感謝上帝呢？第二就係喺經文嘅裏邊先知講述咗好多上帝嘅作為。咁呢啲係乜嘢嘅作為呢？我哋話除咗用詩歌禱告去感謝我哋天父上帝，我哋仲有冇其他方式可以感謝上帝，讓上帝得着榮耀呢？我哋又用少少時間啦，3到5分鐘，我哋自己個人去想一想。暫時我哋唔作任何嘅討論。當你想完之後我哋進入另一個部分就係經文裏邊一啲解釋。呢次我會分咗幾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先知嘅回應，喺1到2節。1到2節第一節都講到清楚呢一段經文用咩嘅方式去表達，就係佢嘅禱告。禱告嘅裏邊原來佢用一個詩歌嘅章節去表達咗呢個對上帝嗰份作為，嗰份奇妙嘅作為，嗰份能力，嗰份上帝嘅名聲係啲乜嘢？就用呢個方式去表達。特別經文裏邊亦都提到有個細拉呢個字。呢個字亦都講緊一個安靜等候嘅時候。所以當我哋經文內對睇嘅時候我哋會睇得到啦。上帝嘅能力啦，上帝嘅威嚴啦，上帝幾時會去處理呢？特別係上帝係點樣對那惡者懲罰，亦都會點樣拯救佢嘅子民。所以接住落去就係我哋跟住落到去另一個部分就係3到6節。第3節就提到兩個地方，特別係講到提曼同埋巴蘭山。有啲解釋就話提曼呢個地方就出咗好多嘅智者同埋勇士等等嘅嘢一齊。另外巴蘭山係啲乜嘢呢？巴蘭山就係原來上帝同摩西顯現嘅時候巴蘭山其實就喺西奈山地裏邊其中一個地方。咁所以其實呢度要表達嘅就係講緊上帝佢係一個滿有智慧能力嘅人，佢同摩西嘅對話嘅亦都表達緊上帝嘅說話臨到喺當中。呢個說話臨到當中嘅時候，就好似跟住落去講啦，就好似日光之下冇一樣嘢能夠隱藏咗，以至到呢一切都照耀咗呢一切。所以當人去面對呢一切嘅時候，雖然害怕，呢個害怕特別佢舉咗個例子就用瘟疫啊。呢個亦都係當其時上帝用瘟疫去懲治一切得罪犯罪嘅人。所以當呢一切出現嘅時候上帝就正正講緊佢點樣管教人，不能夠逃避呢一切。接住落另一個部分就7到12節。7到12節亦都講述到另一個場景就係另一個場景就係講緊上帝點樣去展現佢自己對人嗰個狀態。第一就係上帝就必然會追究佢哋所犯嘅罪。唔會就咁話輕易放過去。同樣地，上帝亦都施行佢份拯救喺佢嘅子民嘅裏邊。經文裏邊提到戰馬戰車亦都表達緊上帝點樣即係贏咗打勝呢場仗，表達緊佢嗰份得勝拯救份確據。佢借助喺洪水分隔上帝啲說話臨到喺西乃山上邊，表達緊佢對人嗰份帶領，同埋表達緊佢對人嗰份拯救，係引導緊人
去走上去上帝嗰份預備嘅道路裏邊。所以接住落去，佢會用咩嘢啊？去到12、13、11、12節嘅時候，佢話咩咧？佢話佢自己用好似箭啊、槍啊，好閃耀嘅光芒，其實就好似即係你面對一眼好強嘅射燈照耀緊你嘅時候，你睇唔到前方嘅嘢，甚至乎咧你唔能夠同前方去敵擋，亦都表達緊你點樣去點樣戰勝呢一切。當要喺呢戰勝呢一切嘅時候，上帝話乜嘢啊？佢從一個跟住落去嗰段經文，你話從旋風嘅出現，人咧敵唔過上帝，特別咧講人嗰份面對嗰份被打倒嘅情況啦，就好似咧打谷一樣。第12節如打谷一般，意思係乜嘢咧？就即係話咧，當我哋會打谷嘅時候，谷同殼分開。亦都表達緊上帝對嗰啲得罪佢嘅人咧，嗰份情志去到乜嘢嘅程度，就將佢一切都打碎。所以接住落去13到18節，除咗表達對呢班人嗰份情志方式，亦都表達緊一開始表達緊上帝就係呢位拯救者，佢就係拯救呢班在危難當中嘅人，佢要將呢班犯罪嘅人點樣去處理要佢哋咧即係自己呢度講到咧路步其根基，直到頸項亦都要佢哋乜嘢啊？刺透他戰士的頭。其實當上帝佢話我用旋風式出現呢地方嘅時候，讓人見得到上帝嗰份威嚴，亦都咧旋風亦都表達到咩？上帝係展現緊出嚟咁解。當人面對呢一切嘅時候，佢哋要自相殘殺冇能力去攻打敵人，甚至乎當佢哋聽到上帝要嚟嘅聲音，第16節講眾人都發抖戰驚，因為知道呢一日已經臨到。當佢安靜，當詩人話佢安靜等候嘅時候，災難之日就臨到犯罪者身上邊。所以上帝必然係回應緊呢一份拯救。縱使係咁嘅情況之下，犯罪者喺嗰個面對緊呢個狀態之下，其實亦都面對緊佢哋唔會有一個豐盛嘅收穫，亦都令佢咧陷於一個困境當中。第17節講得好清楚，佢話無花果樹不發黃，葡萄樹不結果，橄欖樹不收成，田間一切嘅糧食都不出產，圈裏邊冇羊。棚裏邊冇牛，呢一切上帝喺生活嘅裏邊都同佢杜絕咗、滅絕咗，以致到佢哋唔能夠活下去。呢個就係詩人在喺第3到17節去展現咗上帝嗰份作為拯救，亦都咧表達咗佢對人嘅犯罪必然懲治。所以去到18、19節，亦都係經文去到最後。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主耶和華是我嘅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又使我穩行在高處。經文裏面提到上帝就係嗰份拯救，我哋要翻回上帝嗰度得着呢份拯救，因為上帝令到我拯救我哋嘅時候，我哋就會有呢份喜樂嘅出現。上帝亦都帶領咗我哋脫離咗一個困境，使我哋有滿足嘅快樂。做個簡單嘅總結啦，先知咧喺前一段裏邊咧1到2章咧，同上帝好多嘅問，好多嘅答，去到最後先知要慨嘆上帝嘅大能。先知要慨嘆上帝嘅作為，因為上帝從來都冇放棄過佢哋。上帝呢一份嘅回應，先知講述係令人震驚，同樣亦都表達咗人嘅罪不能逃避，亦都唔能夠逃避上帝嘅審判。我哋透過上帝得着能力同埋智慧，因為咧上帝係我哋嘅拯救者。去到最後係我哋咧分享時間，
呢段經文俾你有啲咩嘢提醒咧？先知去到最後點解都會係用詩歌去讚美感謝我哋上帝咧？經文咧講到先知講述上帝好多奇妙嘅作為嘅時候，你有咩感覺咧？除咗用詩歌同埋禱告之外，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去榮耀上帝咧？我哋又可以討論一下。